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乡亲啊，你知影无？全世界唯一，嘛是全球上大的老大人的表演舞台，就伫台湾。10月底，200外来自台湾各地，年龄加起来超过16000回老人长辈，登就台北小巨蛋的舞台，盛大来演出。这是社福团体丰岛老人福利基金会。伫2007年推出着不老骑士环台湾岛了后，继续发起的活动，就是要来鼓舞着老大人勇敢挑战梦想。这款的创意嘛，意外来改变着真侪阿公阿嬷的心态，丰富因的生活。尽量动作延展大出去。来社区吼，较拍拼学物啊，记忆力卖遐紧退化。我是没有野性，想参加这么大的场面呢。哎呀，我这样也好，人生的一个记录了。当这个社区很有机会带长辈踏上台北小巨蛋的舞台的时候，是可以让整个社区充满了活力的，一起往这个目标去努力。音乐响起，20外阿公阿嬷对着旋律舞动身体。因是宜兰三星乡尾惨社区的长辈，对着老师的指令，详细来修正舞蹈的动作。好，画条前，轻画条前。那个绑门的位置，那个过来一点。面上挂着灿烂的笑容，这阵阿公阿嬷逐天准时到这来排练，参韩国的偶像团体歌曲，拢可以来到。把握时间来练习，因为因当咧筹备一项超级任务，就是要登上台北的小巨蛋。心情真好啊，真快乐啊！你若到厝的吼，你无代志吼，你就这听遐听拢出来，啊来这跳都拢袂记你迄个听去。拄头阮这韩国的歌，阮根本都听无吼，甲你数歹数啊，故意的，咱都哪听有啊。较早吼，老师教一遍啊，咱就会记。啊，即马头脑真歹，加真歹，打80外，爱袂记哩。啊，就爱较接来练呢。你讲还蛮有敢好打。招肩体呀，来手伸直。看到是我觉得他们的坚持跟他们的那种不被自己打败的态度。其实我上课很严厉，我有时候很凶。然后他们就说：“老师，再给我们机会，再给我们机会。”然后我就会被他们那种态度很融化掉。好，要力量，好，大。排练的时阵，欢乐温暖，长辈展现活泼可爱的一面。社福团体丰岛老人福利基金会为着要鼓励老大人挑战梦想，发起升格百老汇活动。透过精选出着9个社区，让长辈者会当就小巨蛋来演出，会当讲是全世界上大的老人表演的舞台。你可能想袂到讲，有一寡长辈曾经自我封闭。海命人，那么做人幸福啊人，生5个查某囝，一个后生26岁就车祸，才走断啊。无，阮是拢毋捌出来啦，阮都做田的人，甲做园，天光若食饭。食饱就爱去园的啊！我要70岁啊，才出来。我40岁的时候，我囝读高中的吼，去钓鱼啊，就全咧落去就往生啊！我就过去吼是很悲伤啦。艰苦到50岁带孙开始，才慢慢较伊落来时，阮先生走的。逐工拢安尼懵，咱安尼哭倒去落安尼啦。阮一个朋友叫我出来，开始出来社区安尼。因为无频繁，我拢写到10万的吼。第一个8拍，手右边举起来，左边要叉腰吼。即马阮孙吼创一个平板化，我咧记不起来的时候吼，我就甲平板字的看安尼。来，先来压身体，转一下腰。尾惨社区是我罗东都市边仔的小乡村，做农的人口占65%，规个庄头65岁以上的长辈有将近1/5。这届总共有35位长辈者来参与。84岁撇学阿嬷，甲82岁教主阿嬷是团队内底上届济岁，拢嘛因为失去着至亲，无愿意踏出家门。
走过悲伤，因这么勇敢突破自我。甄选了3年，跟长辈讲他们的反应呢？超高兴的。其实他们真的很高兴，因为真的是因为他们期待已久，这个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后生啊，哦，就是给他们一个肯定，因为他们告诉自己。就是有这样，还是给长辈一个观念。他们常常说啊，食老啊，无路用啊啦，滴饼干啊啦，哈，促进他们的生理健康。其实大家互相的关心，心理健康。经过3届的海选，总算入选了。陪参社区的阿公阿嬷，一步步向目标来前进。阿里的新北市5股的木松社区是贯村改建，34位长辈抱着对望的枪气，为着功能拼尽全力。虽然记忆比袂着少年人，动作行为嘛爱脚爱手，但是嘛因为安尼充满着笑声。因用热情甲坚持，互相来加油。更加为着顶台已经练习4个月。亲哪？亲，真的亲哦！我给你机会哦，我给你机会哦。好，来，预备，Go！ 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啊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感情有没有比较好？哎，会，有舞动了。对，起码刚刚有打 kiss 啊。过去他大多跑了，对，他跑他的，我跑我的，起来就有舞动了。因为我们都有换位置嘛，常常说，哎，老师你带我们这是幼班，然后都要用背啊，袂使你是不是袂使骂？那有没有爷爷奶奶，就是以前可能没有去过小巨蛋，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？一定的。可是当我们跟他们讲说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台，然后就是我们的江蕙，好，我们的费玉清他们去开演唱会的那个地方，就是给他们一个目标。伊是今年91岁江真幸阿公，倒边的耳孔真重，太太73岁保守阿嬷，就做伊的耳孔，2个人结婚50多冬了。小宝的江阿公本来无愿意就台，但是为着陪水母圆梦，决定牵手创造美好的回忆。去年的小巨蛋的时候，我们有去看，那时候我正好。不小心摔倒了，骨折坐了轮椅。因为我们有预计说今年要参加我们的梦想。我是没有野性，你想参加这么大的场面呢？哎呀，说这样也好，人生的一个记录了，很难得，很不错了。那会紧张吗？这么大的场面当然会紧张啊，你会不会紧张？不会啊，紧张啊不会。哦，你反正听不到也没关系。会不会怕在台上忘记舞？反正我听不到啊。给了自己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跟一个目标，年龄是慢慢的增加，可是在他的皱纹里面，他的脸上是没有的，反而是笑容更多。小巨蛋，哇！伟健在，伟健耶！前进小巨蛋 ，Go！伊伫要退休的时阵，找找到接班人这种趣味的剧情，串起无同社区的精彩的表演。阿公阿嬷无受到年龄的限制，像大明星安尼，伫个大舞台顶展现成果。2020年这场老人的表演，全台湾入选的9个社区加起来，总共有220个长辈，总年龄超过76000岁。上高龄的表演者更加高达102岁，坐着轮椅嘛会当就台。长辈动作并无精致，演出嘛无非常的周至，但是伫舞台顶因更加光亮映目。今年已经是第9年了，我想的确是有的人是第一次到台北小巨蛋，或者是以前他们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做到这么棒。当他知道会有这么多人看着他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感受性是非常不一样的，可以很明显感到，其实长辈的情绪是非常非常激动的。
就讲这大龄长辈偏开着身体退化，也则是病痛，重新来点到生命的活力，因本能的精神，互人感动。啊，这台下观众的鼓舞喊好，嘛是上好的肯定。真的是很感动，这个年纪耶，能所有舞步都记得清楚，不简单。啊，这表演的好看吗？好看。看到哭吗？有，看到荧光，真的那种是感受，一开场就已经有那种 feel 了，好感动。孝顺儿子女儿，好棒，好棒。愈老活愈好。2020年，台湾人平均的寿命已经来到6年来的新高80.9岁。面对这前所未有的长寿寿，你想要有啥物款的老年生活呢？这200外的阿公阿嬷，反转一般的大众对老的死板的印象，让大家看到吃老嘛当因为对望的希望有无限的可能，让家己的老年生活丰富自信，发光闪亮。